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今日介紹複製路徑。如果想加檔案名係 email 或者 Excel 中，我哋係要逐個打呢？如果有好多，咪要打好耐。選你要的檔案，如果全選，可以按 Ctrl 同 A。係檔案，見到複製路徑。係 email 貼上。按 Ctrl 同 F 打入檔案名前面的路徑。如果唔想要後面的副檔名，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處理。Excel 的做法一樣。唔使逐個打，好方便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